即嘛是愈来愈侪人咧推广有机农业。伫台南柳营的有机农业专区，以生态旅游甲休闲农业为主，推广食农教育，要互民众了解有机菜色甲果子生产的过程。为着让台湾的农业会当永续发展，农粮署一直拢有咧辅导农民使用有机种族。伫台湾柳营这间全台湾头一个有机农业专区，除了提供有机特色农产品，也推广食农教育。利用咱的食农教育，包括咱有民众来体验咱这个有机专区的采收啦、烹饪啦，整个过程呢都有让民众来体验。有机农业是一种对环境友善的种植方式，无用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，未破坏生态，佫会当提供予民众健康安全的农产品。透过结合生态旅游的食农教育体验，予民众了解有机菜色甲果子的特色和生产过程。在柠檬园里面找天牛还有在那个卜蛙园里面采收卜蛙，然后呢，现场呢，我们就来煎卜蛙煎，这样子让我们的这些那个长辈啊，或者是亲子啊，都能够来这边现场亲自下田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成果。对导览人员，就去田内底体验种菜，佫会当挽芦花做生活钟，哪耍哪了解有机食材。对于体验的过程内底，嘛会当认捌在地农业甲正确的食食生活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